天氣唔穩定，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，話珠江口一帶持續有雨區發展。未來1-2個鐘，本港部分地區嘅雨勢較大。而上晝亦都係一度發出黃色暴雨警告個半鐘，部分地區氣温亦都係較琴日普遍下降近10度。驟雨為連日嘅酷熱天氣降一降温。天文台喺上晝10點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。期間上晝大約10點半，喺西環寶翠園有6個工人分別喺3架吊船喺40樓外牆工作期間，懷疑因為強風吹襲被困喺半空，報警求助。後來自己翻落地面，冇人受傷。天文台話，一道廣闊低壓槽為廣東沿岸帶嚟大驟雨同埋強烈狂風雷暴。朝早嘅大驟雨為多處地區帶嚟超過20毫米嘅雨量，新界北部同埋西貢部分地區雨勢比較大，雨量超過40毫米。長洲亦都一度錄得每小時大約80公里嘅陣風。天文台預計未來2-3日繼續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。預料過驟雨有陣時候比較大少少啦，咁但係始終即係講緊係一啲不穩定嘅天氣，有啲對流嘅天氣，咁所以佢即係真係暴雨發生嘅一啲地點啊，或者具體嘅時間呢，其實即係都仲係有個隨機性喺度嘅。咁要隨住呢個廣闊低壓槽喺下週中期啦，稍為遠離翻沿岸地區，咁我哋預料嘅驟雨先至會開始逐漸減少翻。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表示，世界氣象組織預期今年出現厄爾尼諾現象嘅機會達到80%，全球極端天氣會增多，但係香港未必感受到。唯一可以肯定嘅就係會好熱。去表達全球暖化嗰個嚴重性就係話，大概10-20年前啦，我哋就話地球每秒鐘吸收嘅額外能量等於4個廣島原子彈。而家呢，就每秒鐘等於8個廣島原子彈。咁因為厄爾尼諾其實就係太平洋赤道一帶嗰個海水，尤其是東面嘅海水呢，比正常係暖嘅。咁你海水暖呢，自然就會影響到上面嘅空氣，咁啲空氣就會流動㗎啦。咁所以呢，就全個世界都會偏向更加暖嘅。天文台預料今年大約4至7個颱風進入本港500公里範圍。梁榮武話數量屬於正常至偏少，不過襲港嘅強度會更大。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。